经过日本时代甲战后时代的台湾油画家陈定波，伫200事件当中，互人征决了后，伊的牵手呢张捷就要甲伊的作品藏起来，一家人担起家庭重担，伊用生命保存这当互咱台湾的美术历史留下这精彩作品。即摆有剧团甲这段历史编做是舞台剧，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。 演员当咧排演坐阿里山小火车的时，看沿途风景的模样。这是剧团以台湾油画家陈定波的牵手张捷为主题，结合配角戏甲演员演出所创作的舞台剧《壮画》。用4个角色，吼，就是陈定波、张捷，因查某囝陈碧丽，佮迄个摄影师辛高伯啊，用因的角度。 做4场的戏，毋若是讲因兜的故事，感觉是台湾的故事。陈定波的牵手张捷是家己大户人兜的千金，伫老爸的安排之下，甲陈定波结婚。陈定波伫200事件互人称决了后，张捷就甲陈定波的画作拢藏起来，一个人担起车养囡仔的责任。因某伫迄个时间，竟然敢去请一个摄影师来翕迄张相，有影要互观众看到迄个部分。他明明是外表，就是一个家庭主妇。 哎，只是日复一日做赶快的代志，结果留下给我们这么多的宝贵的资产。为了呈现迄个时代的背景，大部分演出都是用台语。除了演员的发音真要求，安怎用台语念出感情也是重点。咱是虾米款的夫妻？我伫咧教因的时阵，我会带着我的感情，融入进去，然后互因录音登去听。施如峰表示，这出戏的剧本经历过3个版本，用12年的时间才完成。落尾的版本决定加上配角戏做阵演出，就是希望让观众较侪想象空间，想象伫迄个时代之下，张捷坚定的模样。记者郭文曾、准优台北报道。